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小干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小干是人情世事陪到到，无鼎阁无灶。社会上的人情世事真济，亲像是结婚、搬厝、吊丧、开幕、生囝等等，拢需要送礼、送红包。若阵家己趁无遐济，逐项礼数拢会足周全，安尼是无法度负担的。即句俗谚是在形容人情世事，若是逐项拢想要顾甲到，真有可能会母甲家己无鼎阁无灶，就是甲厝里的鼎、碗盘迄款灶骹的物仔，拢卖甲空毋空，干那为着顾面子、做人情尔尔。所摆即句话是要提醒咱，人情随网爱注重，看家己的能力来付出，嘛是同款重要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